今仔日咱先赶紧来关心香港防火湾大火，夺走128条性命，当局宣布降半旗3天。这场80年来上较严重的火灾，到今也有200多人失踪。目前警方已经逮捕11个人，展开调查。 香港特首李家超29透早甲官员参加升旗典礼，了后降半旗，过3分钟默哀，哀悼伫大埔防火湾大火当中的罹难者。全港18区的吊埸的所在也同步开启，互民众签署。一直有民众去在区献花致意，受到火大火无情烧死的人，真侪人拢忍袂住流目屎。其中有一個冇咯，就係一個到由開始到而家都係失聯嘅。 咁佢哋都去過影過嗰啲屍體嘅相片，但係都未揾到。防火灣嘅搜救工作伫2月結束，香港災難受害鑑識小組伫19透早全副武裝進駐在區進行火場甲遺體鑑識工作。要進行3點30港票整修工程嘅防火灣伫2日火災，總共8棟32層嘅關樓，有7棟陷入火海。大火燒40點鐘才拍花。初步調查顯示，導火點伫鳳翔閣雞樓站嘅圍房啊，因為門窗用開道嘅泡棉關粉互玻璃吹氣，加上圍房啊無組成的作用，就安尼火勢真緊，伫室內外向頂懸升起。根據而家我哋初步掌握到嘅資料咧，我哋相信最初起火嘅位置係宏昌閣低層外邊嘅嗰啲嘅圍網，其後咧係由於燃燒咗嗰啲發泡膠板，火勢迅速咧係向上蔓延，伸延到去多個嘅樓層。 香港警方伫17逮捕3名負責防火灣維修工程公司的人員，包含2名董事甲1名工程顧問。廉政公署甲警方佫伫2月掠8名涉案的人員，包含工程顧問、批件分包商甲營造公司主管等，同時查扣大量的工程物件。檢府也經成立跨部門專案小組進行前期調查。公司新聞鄭淑芬報道。